大家好，歡迎大家繼續來參加咱的政治學的讀冊會。咱頂一道咧已經甲大家小可小解過民主的意涵啊。這屆咧要來講的是民主的理論甲實踐。民主有啥物款的理論呢？佇咱參考的這本冊內面有介紹幾個哦。這幾個呢，頭題生是古典民主論。古典民主論是安怎的古典呢？這主要咧就是咧講咱的民主的體制是由這個族權的特性的公民所組成的這個社群來去運作，也就是講每一個公民攏有特性的，所以咧因攏會去參與到咱公共的事務，也就是全體的公民共同來去參與咱共同的代誌。這款的理想的民主的形式叫做古典民主論就是大家攏足熬的啦，大家攏就有這個公民的意識的做伙來去參與咱的公共事務。但是這是佇過去迄個咱講 Greece 的城邦內面佫會使運作可能迄城邦無偌大嘛，幾百個人要來共同參與，抑佫有可能啦。但是到後壁咧，咱就知影講每一個城市的人是愈來愈多，所以咧無可能講所有的人攏共同來去參與着公共的事務。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講，這個一般的民眾到咱後壁咧社會咧發展的時陣，有出現這個專業化的這個情形這個專業化就是講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代誌。所以早前的這個農業社會，可能講真無偌濟人，每一個人愛去打水，愛去採茶，愛去種田，愛去放牛、食草等等攏是大家做伙來做。但是佇現代的社會咧，無安尼咧起厝的人專門就咧起厝咧，譬如講警察就警察嘛，消防的拍火就拍火，種菜就種菜，上班的就上班。所以每一項代誌愈來愈專業，分工了後咧，過去咱講大家攏會使來參與着咱共同的事務，佇咱的現代社會較困難也就是講佇咱將士的這款的現代化了後的社會咱政治的工作交予政治專業的人去處理，所以這就變成另外一個叫做經驗民主論，也是叫做精英民主論嘛會使啦。這個經驗民主理論還是經驗民主論，就是透過咱實際上人類的社群去運作民主的制度了後，就發覺講我拄則講的迄掛的問題啦。所以講呢，實際上伊就講這個民主是安怎來去運作的，毋是所有的人攏共同來去參與這是無講介可能的。所以干安那咧，一般的民眾就是佇時間到的時陣就去投票，透過這個投票的制度去選出咱負責來去處理公共事務的這寡政治人物來去擔任民意代表還是講來去擔任政府官員交予因去處理公共的事務一般的民眾咧，就是講你平常時就做你平常時你的代誌嘛，你袂講逐工攏咧插政治，攏咧插這寡公共的事務但是咧，你就是時間到去投票，選看你要互誰來去代替你處理公共的事務，這叫做經驗的民主論，也是精英民主論，就是安尼但是咧，到後邊咧嘛出問題也就是講你攏甲這寡公共的事務甲政治的事務交予這寡精英來去處理但是因無一定會使完全代表你的意思嘛，也是講另外一方面，咱久了後咧，咱一般的民眾攏變甲足消極的變成講干那去投票爾平常時攏對咱的公共的事務攏無熱心安尼嘛袂使。所以到1970年代左右咧，佫出現這個參與民主論也就是講咱人民佇這個經驗民主論內面想過安尼攏無插代誌，攏無插公共的事務，干那去投票安尼嘛袂使所以嘛是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這個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甲表達除了講定期的選舉以外，咱平常時嘛是有其他的這個管道嘛，來去接觸，來去參與到咱的公共的事務，所以這就叫做參與民主論伊就主張講人民袂使安尼干那會佇投票的時陣去表達意見平常時攏對這寡政治的事務放放安尼嘛袂使，所以就主張講為咱上基本的包括着你的公司你的社區還是恁的這個莊你的里內面攏愛加入這個參與的因素所以會使為咱的家庭、咱的
上班的所在，甲咱的社區大是幾個城市，還是幾個國家啊，愛推動即寡公民參與的精神，佇每一個公共的事務內面，咱來去培養人民來共同生活即款的公民的意識，這就叫做參與民主論。到後壁咧，1980年代了後咧，大家嘛是有興趣來參與啦，就是要想講，安怎透過參與公共事務的過程啊，嘛愛參與，袂使講參與到後壁攏佇咧冤家嘛是愛有一寡較有建設性的物件去討論出來嘛，所以要安怎來去好好討論，這就是最後叫做審議民主論啊。審議民主啊，就是講透過咱講過去咧經營民主論的時陣是用投票嘛，算人頭的方法來去講，伊票較濟就互伊當選，這件代志咧票較濟就照這個決定來去辦。但是咧，咱的社會是真多元的嘛，所以無一定講你用算票數的即寡原住民族，也是講少數因永遠攏投袂贏嘛，安尼嘛袂使啊。咱民主就是講愛重視每一個人的人權嘛，甲利益嘛。所以咧，審議民主論就講咱的民主無一定愛干那用算人頭的方式，嘛會使透過咱用審議的方法。佇咧一個公平、大家攏知情的狀況之下呢，平等的來去討論一件代志，無一定講一定是毋是烏就是白嘛。你每一個人之間呢，可能有一寡代志是大家所堅持的，大家提出來討論嘛，最後呢來去產生一個共識。佇這個共識，大家呢會使來去盡量啦，來去照顧到每一個人的利益。這是審議民主論較重視的。所以佇最近即寡大的趨勢內面，攏會使看到講有真濟公民參與，透過審議的方式，包括着討論政策，還是討論這個預算，攏用這個公民審議的方法來去處理。理論上會使來去有較好的民主的運作的這個品質。好過來就為這四個理論來去延伸變成咱民主的實踐咱實踐的方式，第一個叫做精英論，就是為迄個精英民主論遐變出來，也就是講佇這個精英論的實踐方式下面咱的民主就是透過定期的投票，選出即寡政治的代表人物來去專門處理政治的代志，就是安尼的運作。所以咧，你若是由這個角度來看，民主就是少數人來處理的。你講安尼毋是變獨裁嘛毋是，因為即寡少數的政治的精英，因是一般民眾透過選舉去選出來，因呢一般來講是有這個經濟政治的有較好的條件，所以因變成咱講社會樹新變成即寡會使講經濟權力轉換做伊的政治的權力變成規個社會經濟地位較懸的這群人也就是精英透過選舉來去代表一般的民眾處理政府的公共的事務，這是精英論的講。所以重點就是透過選舉選少數的政治人物、政治精英來去處理公共的代志這是精英論的觀點。但是另外一個叫做啥物呢？叫做多元論多元論呢，就是咧講透過無共款的利益團體之間呢來去運作由這個無共款的團體來去競爭合作，產生共識來成做規個社會未來要推動啥物政策的這個共識。所以這是兩個無共款的實踐的道路。第一個叫做精英論，也就是少數的精英來去主導另外叫做多元論，多元論就是多元的利益團體來去競爭合作來去產生一個社會共識這是兩個大方面好最後來補充一個叫做多元政體這個多元政體呢是這個伊所提出的就講的這個多元的政體主要呢就是有兩個上重要的面向。第一個就是要有公開的競爭，第二個就是包容性。透過咱的政治的設計是有公開競爭甲包容性的，會使互人民有佇自由權有充分的保障會使互大家攏有自由平等的競爭
的機會來去得到這個政權啊，所以呢嘛包括着講愛保障咱的言論的自由、集會自由啊，這個新聞自由、普遍的選舉權啊，人民嘛會使來去參與選舉啊，選舉是自由，而且呢是公平啊，最後就是咧這個政策的決策者啊是民選的，而且呢毋是講民選就好啊，中國啊強啊遐嘛是民選嘛，但是迄是選舉啊有這個競爭啦，啊競爭才對吼，競爭的選舉啦，好。啊，所以咧叫做多元的政體，透過這款多元的政體來去實際上啊，來將咱民主的概念來去實踐佇咱的社會內面，或者叫做多元政體。以上呢，就是咱這回來甲大家做一個討論，包括着講民主的理論哈，有4個哦，還有民主的實踐的方式，啊，還有這個多元政體意涵。咱民主就討論到這回。咱後一回要來討論的就是獨裁。最後呢，敬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闔家平安，大賺錢。